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美国的夏威夷是出名世界的度假好所在，有真侪企业家好野人，拢伫当地买厝买土地。像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离开台湾了后，就是直飞这个夏威夷去度假。也毋过92岁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，最近互发现，老早伫去年的5月，都甲夏威夷的白种卖掉了，卖7亿2千万。外界推测。张忠谋应该是想要回来台湾过退休的生活。白色顶啊装潢，佮真大块的收水池，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超逐年拢会来度假的这栋夏威夷别墅，传出早就伫咧去年5月就该卖掉，以388万美金超卖1.2亿新台票，面积超过600平，佮有4房的空间，车库几当远远看着真水海景。外界伫咧晓张忠谋的别墅是想要回来台湾过退休的生活。张忠谋甚至佮捌伫咧这栋别墅摔倒，加在尾后正是平安无事。毋过和夏威夷有缘关的。个张忠谋的老朋友，辉达执行长林芬离开台湾，就是飞到夏威夷，听讲是要带厝里人去度假。当张忠谋别庄是买伫咧丹香山，林芬买别庄是伫咧布吉岛，开新台票超2.4亿。个日本球星大谷翔平最近嘛开5.6亿的新台票，嘛伫咧这个家下一间别庄。这个景观呢，或是说这个度假机能呢，其实相当的卓越哦。如果能以较亲民的价格入手更大坪数的豪宅，其实对高资产族群呢，也是一个相当划算的一笔交易哦。那伫咧海外买厝，有面青加持过各类别庄，厝价嘛对咧铺悬。张忠谋迪拜的别庄，2009年卖掉时每一平无够20万，不过落尾接手的人，2022年卖掉每一平要花40万还一倍。专家认为，若房价大起因素，高选地段嘛真重要。半导体产业的加持哦，还有这个竹科客呢，这个刚性需求的买房支撑哦，名人的加持对这个社区呢，会大大的增加它的知名度哦。有名人加持过，这大头家捌大过厝，卖变甲真有价值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